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台中丰原古早叫做葫芦墩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河，河读第5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河的意思就是选定过的名，嘛是菜的名。像咱讲葫芦，也就是卜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葫芦，头前讲到，有人讲是卜啊，或者是葫芦卜啊，这是一款瓜果类会当食。古早拍打了后，摕来底酒或者是入水，像讲八仙之一李铁拐李大仙，传说就是派葫芦来救世。第二个词读做葫芦尖，这是一款花菜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伫台中葫芦墩这间庙已经有正100年历史，庙里八仙菜嘛真有古早味，壁有八仙过海真有路。其中李铁拐派葫芦救世，好仙姑插葫芦尖，逐尊神尊看起来拢足活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